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而这个美国关税大岛的头前，台湾是不是会来放宽到美国猪、美国牛、三肉精残留检测的标准呢？卫福部长邱泰源强调讲，一定会坚决来护卫着人民食品的安全，对三肉精的标准绝对袂改变。 绝对不会改变。卫福部长带头宣誓，对美国猪、美国牛的三肉精标示，就算伫咧美国关税大岛面前，嘛绝对袂让步。规定都是一体适用，并没有针对特别哪一个国家，一定以守护全国国人的食安为最高的任务。美国猪、美国牛进口的基地，搁一摆互立法院伫咧提，因为美国无效代表署今年3月底发布的各国无效评估报告内底，认为台湾对美国猪的标示中达暗示产品有食安问题，嘛讲台湾禁止进口美国牛狗肉，而且对美国牛肉内产品的检验天数滴无科学基础，含对来克多巴胺残留检测标准含国际认定的无共款，农产品将做关税谈判条件，自然引起朝野立会关注。除了开放之外，那怎么样去照顾或怎么样保护国内的农民或农业产业的话，也期待行政院能够提出比较完整的方案。那当然，我们国家不管是哪一个产品就是说哪一个项目，我们就相信总统跟行政院都会做一个最妥善的规划。除了对外谈判继续进行，对内补助措施冇进度。团队行政拍板关税特别条例，下空4100亿，实施时间为今年3月12开始，到2027年12月30日，进行讲的支援方案。嘛，团队为本正880亿，减到930亿，同时计划支持产业安定就业、强化韧性和照顾民生4大重点。希望能够得到立法院朝野各党团的支持，让大家在这个波动当中，能够感受到最小的变动。关税压迫边境，中央政策随时做调整，希望把产业的冲击降到上低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